宣调，恁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我要向上帝出声欢呼，我要向上帝出声，伊要注意听我的所求的。现在请咱大家陪伴好咱的心，咱要做三甲来祈祷。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阮。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赐阮平安。全个阿爸被上帝满满心的感谢学落你。今仔日是母亲节，我要感谢你，赐予阮每一个人，拢有帮衬阮的属灵的妈妈，已经收养着阮属肉体的妈妈。犹太人安尼讲，平常时上帝真无用，所以伊创造了妈妈来照顾着阮，来疼惜着阮。但今日借着这个庆祝这个母亲节这个日子，要来感谢妈妈因的辛苦着活。这事若毋是妈妈的牺牲，阮要如何来得到这个热风闪雨的所在呢？也有着妈妈的这个年水，将阮来养饲长大。伊着若是无妈妈的照顾，阮就无法度来生存咯。恳求主意来赐福。互每一个妈妈，互因永远青春美丽健康。今日我要做伙来透过网络来做礼拜，也要来纪念母亲节。胡萝卜今仔日所要宣讲的信息，就是要借着上帝话语来讲出妈妈，迄是最温柔的这个称呼。但现在全世界各所在这个肺炎病毒已经渐渐平稳了，总是伫台湾，却是每一天一直拢有这个本土的病例来出现。恳求上帝来施落怜悯，互众百姓有悔改的心，大地也要得到医治。
愿仰望着上帝的恩典，来帮助着阮的台湾。那今日就讲，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礼拜来敬拜乌罗里，恳求主你的怜悯，互今日所有参与的这个网络礼拜以及实体礼拜的这个乡亲兄弟，做伙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朝着上帝来赐福管道。现在恳求主你，先来升起罗梦的嘴，圣洁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互阮诚实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上帝样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赐阮平安。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爱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厝，往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互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别人得到福气。为着你祝福的，我要赐福互伊；迄个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面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你得到福气。”第2位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24到26节。24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啊，若无落伫地里死去，犹原是一粒；若是死去，就结出侪侪的粒啊。疼惜家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伫即世间上万恶家己性命的，就要保全性命到永远。若有人服侍我，就着跟对我。我伫早落，服侍我的人也要伫早落。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要尊重伊。这是上帝的话，既然读甲听遐的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均啊。阿明。学老阿母，阮少年你。但今仔日是母亲节，所以特别用这首诗歌，要来纪念咱天下的所有妈妈。因为我家己的妈妈，伫2000年的这个母亲节来受主建掉，伊才74岁就离开世间呢。所以阮拢真毋甘。所以伫迄日的这个追思礼拜，我就写这首诗歌，要来纪念我的妈妈。阮全家就伫即个追思礼拜中，我来唱一条诗歌来纪念妈妈。歌词是安尼讲阿母啊，阿母，阮少年你啊，阿母，你永远伫阮的心腹内。今日阮的行程变着一缕的即个康乃馨，阿母啊，阮实在真疼你。这个情是好难聊，每当这个风秀雪暗暝，
我要想起你。每当这个雨湿湿的暗暝，阮搁较要想起来你。阮就要甲阿母讲，阿母，阮实在真疼你。阿母，阮少念你啊，阿母，你永伫阮的心腹内。今仔日，阮胸前变着一蕊空来心。阿母，阮实在真疼你，处境好难了。每当风萧萧的暗暝想起你，每当雨湿湿的暗暝想起你，每当风萧萧的暗暝想起你，每当雨湿湿的暗暝想起你。阿母，阿母，阮少念你啊，阿母。你永伫阮的心腹内。今仔日，阮胸前变着一蕊空来心。阿母，阮实在真疼你，处境好难了。每当风萧萧的暗暝想起你，每当雨湿湿的暗暝想起你。阿母啊，我实在是真想念你咧。但今仔是母亲节，阮回想着过去，对阮细汉红红幼幼，你甲阮六岁就饲年，伊养饲我到大汉，因为你的疼惜，阮拢已经长大了，也交做别人的爸母，甚至嘛交做别人的阿公甲阿嬷咯。但妈妈这个养育之恩是较悬过伫山，较深过伫这个海。阮一世人嘛拢总还袂了的，在这个温情，因为拢刻掉伫阮的心腹内。所以每当这个风萧萧的暗暝，阮就要来想起着你。每当这个雨湿湿的暗暝，阮嘛要来想起着你啊，阿母啊，阮实在真疼你。阿母，阿母，阮少念你啊，阿母，你永伫阮的心腹内。今仔日，阮胸前变着一蕊空来心。阿母，阮实在真疼你，处境好难了。每当风萧萧的暗暝想起你。每当
闪的暗暝想起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啦啦哩的啦，啦哩的啦，啦啦啦。每当风萧萧的暗暝想起你，每当雨濕濕的暗暝想起你。阿母，阮少念你啊，阿母，你用伫阮的心房内。今仔日，阮眼前变着一蕊空爱心。阿母，阮实在真疼你，此情何难了。阿母，阮少念你啊，阿母，你用伫阮的心房内。今仔日，阮眼前变着一蕊空爱心。阿母，阮实在真疼你，此情何难了。每当风萧萧的暗暝想起你，每当雨濕濕的暗暝想起你。阿母啊，我实在是真孝顺你咧。但今日是不母亲节，阮回想着过去，对阮细汉红红幼幼，你甲阮目屎就饲年，伊养饲我到大汉，因为你的疼惜，阮都已经长大了。也食做别人的爸母，甚至啊嘛食做别人的阿公甲阿嬷咯。但妈妈这个养育之恩是较悬过伫山，较深过伫这个海。阮一世人嘛拢总还袂了的，在这个温情。因为我拢刻条伫阮的心腹内，所以每当这个风萧萧的暗暝，阮就要来想起着你。每当这个雨濕濕的暗暝，我嘛要来想起着你啊，阿母啊！
阮实在真疼的。阿母，阿母，阮少年你啊，阿母，你叫伫阮何时把来？今仔日阮险情变着一蕊空来心，阿母，阮实在真疼你，此情何难了。每当风萧萧的暗暝想起你。想起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啦啦哩的啦，啦哩的啦。别想起你，各位乡亲、时大、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伫彰化县迄落小儿麻痹的这个关怀协会，成立到今仔日有18年咯。因最大的梦，就要去做一个会当互即个身心残障者，伫年老的时阵，有一个安心通徛起的所在。所以伫11年前，协会就开始设计即个保利欧家园。即个保利欧就是小儿麻痹 polio 的即个翻译，来筹备即个建筑的计划。所以伫今年的4月24日，伫即个正人祝福下面，伫保利欧家园即个预定地来举行保利欧家园动土的感恩礼拜。迄日将近有500个人，做会顶当着金土车，佮共同来见证即个历史的即个时刻。伫几年前，当我还佫伫即个 New University 牧会的时阵，那么关怀协会即个理事长陈忠胜有这师，伊亲身来牧师馆找我，甲我来分享伊的意向。希望我伫北美会当帮赞因来推动即个募款的计划。12年来，正当讲用尽脑筋举办各种的即个创意的即个活动，要来募款。毋过呢，即个差额依然真大，还佫需要继续的努力。1954年7月，乔伟医师，伊伫要倒转去台湾以前，伊路过即个旧金山，伊受邀请伫美国第一长老教会来证道，伊来分享一寡关于台湾当时的医疗的状况，以及将来宣教的方向，以及即个医疗的工作。那么乔伟医师伊原本是计划要伫埔里建立一间专门治疗肺病的即个病院，所以乔伟医师伊的热心感动了当时一位40岁的即个病人马希洛姊妹。所以5年后就是1959年的秋天，当时45岁的即个马希洛，就是 Joyce Macmillan 女士，伊顺探上帝呼召，
伊孤单一个人对美国坐飞机，经过2礼拜久搬飞机的旅行，后来才到了台湾。马希洛来到南投埔里，所以交伊医师有这个台湾史怀哲的称呼，伊就叫做马希洛，伫台湾从事这个医疗事工近半世纪，真要紧的这个谈判。来到埔里以前，马希洛一直在想讲，当我会当做什么啊？就是等于到埔里，伊看到真侪外国人伫遐咧传上帝听，伊真深受感动。最后伫众人的鼓励下面，伊决心将伊人生的下半场要奉献到台湾。1964年，马希洛跟对着教会医师，加入这个教会中部沿海地区的医疗团，沿途去做这个义诊。伫这个中华二林，马希洛戆影发现到有真侪小儿麻痹的囡仔，原来伫1956年一直到1966年，小儿麻痹流行伫全台湾。沿海地区的百姓拢真丧乡，加上这医疗资源严重的这个缺乏，患者和这个病毒感染了后，留落这个机体萎缩的这个后遗症，轻者行路拜拜，重者无到徛立，还是行路甚至来死亡。当这个教医医师决定要伫二林设立病院的时阵，马希洛也决定要离开埔里，也做到伫二林。马希洛来到二林，除了伫病院工作以外，有时阵嘛跟对着教医医师来到庄脚做义诊。伊伫庄脚看到真侪丧乡的这个小儿麻痹的囡仔，因干那只有伫涂骹爬来爬去尔定。伊的爸母拢无法度来养饲，所以病院的宣传者软伫大街小巷，鼓励家长都爱带着因破病囡仔来义诊。1964年11月初3，二林病院开幕，就进入去222名这个小儿麻痹的患者。有的囡仔是互老爸仔爱的。爸母爱咧，有的是抱的，有的囡仔是伫涂骹顶爬咧行，所以放目看去，看到一群囡仔伫涂骹爬来爬去，无论是爸母，或者是囡仔，伊伫面貌拢流露出悲哀无助的这个心情。是嘛？太多会安尼生啊！马希洛心中非常的疼。马希洛会讲，我会当做什么啊？所以伊就上帝来祈祷。上帝对伊讲，我可着迄个加互你的困难的凡事拢当做。上帝佫对伊讲，你着专心仰慕耶和华，伫你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拢着爱认定伊。所以一股这个真强烈的疼，对伊的心中来冲出来。所以马希洛就下落心愿，一定要好好来照顾这群这囡仔，或者囡仔拢总会当佫徛起来。疼是这种的行动，疼有偌深，你的困难就要有偌大。马希洛决心要为着囡仔来打造一个家，帮助囡仔徛起来，有人生的关度，有受教育的机会。甲他安尼生，才会当扭转这囡仔的命运。1965年的8月，马希洛暂时借用病院这个称号，来成立二林基督教会基督病院附设的这个小儿麻痹儿童的保育院、保育院所以第一批收容16个无依无靠的囡仔。家己加做因的这个母亲，亲身来照顾因。马希洛伫1966年写配美国伯克莱第一长老教会
这个宣告的报告内面，伊安尼讲吼，囡仔拢是爬伫涂骹顶，伫别人的这个骹的下面，一条狗一样安尼撞来撞去。忽然间，因这个囡仔拢站起来，真骄傲，摇头挺胸，囡仔不断讲足欢喜，足欢喜，啊，我嘛真欢喜呢。所以无偌久，人数就增加到80多人。所以因爱着去另外去租厝。所以马希洛伫55岁的时阵，伊决定要倒转来美国去变卖伊所有的家产，搁着4块去募款来筹笔钱，后来伫二林国中的对面买一块土地来起这个房舍。感谢上帝，1970年有这个水红砖的遐厝，这个希洛保育院就完工了。听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力量，相信比听，安尼生命才会不断来向前行。所以伫这个喜乐保育院，囡仔感受到希洛阿嬷的疼，希洛阿嬷会陪伴着这个囡仔到病院去做这骨头的纠正的这个手术，亲自照顾手术后这个囡仔。伊亲自来教示这个囡仔要安怎穿这个铁衫，要安怎穿这个铁鞋，帮助囡仔会当徛起来。伊总是徛伫囡仔的身后，抱牢囡仔，用着伊的骹尖踢着囡仔的骹后垫，帮助这个囡仔会当踏出人生的第一步。哎呦，铁鞋足重的啦，铁鞋足重的，囡仔拢安尼话样讲，真诶。铁实在是真有够重。其实，希洛阿嬷往头前一踢的是，伊的骹尖嘛真疼咧。总是阿嬷从来毋捌话听过。做个囡仔是跋倒的时，希洛阿嬷一定会坚定来甲伊讲，不要紧，慢慢啊来。总是你着爱家己爬起来，因为毋是随时随地拢会有人来帮助你的。所以希洛阿嬷。伊知影囡仔未来的人生，就要挖靠家己的气力来行出来。希洛阿嬷教示这个囡仔，一定都爱独立，爱自主，阁有礼貌，一旦内心爱充满着疼，所以要求每一个囡仔一定爱去好好读册。伊甲囡仔讲吼，讲恁只有双骹甲别人无共款尔，毋过恁甲其他囡仔拢共款聪明啊！伊落阿嬷，伊阁教囡仔英文、唱歌，嘛甲囡仔讲好听的圣经故事。伊讲吼，伫天顶有一个主耶稣，伊永远伫听你。伊嘛常常甲囡仔讲，伫遥远的美国，甲其他的所在，有真侪教会甲朋友，因用金钱甲祈祷伫关心着恁哦。嘛希望爱囡仔明白。是讲因的身躯有这个残障，嘛经历着被放杀、受拒绝，这是拢总不要紧，因为恁是上帝心肝宝贝，互上帝所疼的人。所以马希洛一生拢尊坦圣经的教示，帮助这群小儿麻痹的囡仔徛稳稳因的脚步，勇敢来编织因的未来。活出生命这个色彩，所以这群囡仔不但成家立业，也伫各地来成传希洛阿嬷的疼，来服务着人群。希洛阿嬷亲像一只马啊，伊甘心乐意为着上帝，为着弱势来牺牲奉献。那么这个马仔的精神，也深深嵌伫因侪人的这个心中，伫每一个角落。无怨无悔的这个奉献着心力，结出一片美丽金色的这个麦田。马希洛最常常讲，我会当做什么？马希洛一生受到保养无数处，总是用笑笑啊平静来应付。伊讲吼，无一件代志是会诞生，是因为我的技术，等我被呼召，我就来咯。只有迄位通成就大事的上帝，
使用任何咱通互伊的物件，如果你有机会去听伊、去服侍伊，你就爱去做。1999年，85岁马迄个阿嬷就患着这个老人痴呆症，伊的身躯渐渐去衰老，伊的意识也渐渐去无清楚。所以马迄落伫这个病危消息传开了后，分散咧逐所在保育院的这病生，伊拢总倒转来探望。4月25日暝时10点，阿嬷弥留的时阵，保育员呢，这员工表生有20外人，围溜伫伊的面床边，吟做着首伊所爱念的这个圣诗。所以，亲爱的，迄个阿嬷就伫歌声中来安息主怀。最后，伊埋葬伫伊所创造的保育的院内。所以，迄个阿嬷伊疼台湾，最后伊的遗体嘛埋葬伫伊所疼的台湾这个土地顶面。迄个阿嬷伫台湾奉献将近有这个半个世纪。伊对迄个女士变做迄个阿姨，佮对迄个阿姨变做迄个的妈妈，佮对迄个妈妈一直甲变做迄个的阿嬷。到今仔日，依然有真侪人心中最温暖的这个印记。迄个阿嬷做人谦卑，每当乡亲伫学落伊讲言的时，伊总是会来讲：“哎呀，我无恁所讲遐尼好啦，这拢是上帝做，是大家做啦。”迄个阿嬷，一个人带出遮尔大的祝福，原本是被放杀的活命，原本是无有尊严的生命，因着迄个阿嬷迄款的无私的这个奉献，即群囡仔才会当佫徛起来。真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无需要处处拢挖过别人。世事吼，一个老母若是爱去照顾一两个囡仔，就已经真忝真野善啊咧。迄个阿嬷，伊就照顾100以上的囡仔咧。每一个囡仔生到什么款，每一个囡仔的个性什么款，每一个囡仔伊的需要是什么，阿嬷拢知影。伊是大家的母亲。也是母亲中的母亲啊！即群囡仔真细汉的时，就来到这个保育院，阿嬷拢真欢喜来家抱，为着因来祈祷。阿嬷常常拢是用着微微啊笑来看伊的囡仔，所以伊的笑容就亲像一光一样，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肝，安慰着这个囡仔迄款不安的这个情绪，离家的这个悲哀以及新环境的压力。阿嬷通讲是上帝所派来台湾的这个天使。当上帝看到伊的囝儿伫涂骹顶爬来爬去，上帝心是好顶的疼。按照上帝荣耀的形象被创造的囡仔，竟然互病毒即款会残害，有啥物人肯去帮衬因呢？所以当这个迄个阿嬷拢无看到别人回应时，伊就举手讲：“我伫遮，请找见我。我伫遮，请找见我。”伊个阿嬷伫这个1975年这个批示内底，伊讲哦，这个世界有时阵看起来是暗淡无光的，总是一光幽暗伫乌云的后面伫闪闪烁。咱的主，迄个永远伟大的光，要刷做咱的妖异，咱的惊讶，来洗清咱的这个罪。阿免。那么这条赖神牧师为了介绍我所伫做的这个音乐的宣告，甲嘉宾的宣告。会记你捌受到这个迄个阿嬷帮衬过这个关怀协会理事长陈忠胜有这书，当伊来到这个纽泽西，到分享这个现象的时阵，但我的心中大受感动。所以，伫我的个人的这个音乐宣告里面，我就该加入这个爱加贝、庇护工厂、
因所咧经营即个品牌咖啡啊，接着我推广即个咖啡宣教的计划。但我甲牧师娘已经常常伫北美，已经有5年的时间啊，伫遮来推动，就是伫阮的即个音乐布道会中间，我来介绍阮所支持的即个伯利欧家园的筹建计划即个活动。那么即个咖啡的礼盒以及即个台湾心乡土情的即个 CD 啊，已经有真侪兄弟姊妹来认同来支持。所以如果若还佫有人想要来了解赖长夫所伫做的即个事工，音乐宣教甲咖啡的宣教，请即个私赖互我，还是上网伫即个 YouTube 来去点击赖上广告吼。我来提供淡薄仔即个资料，互大家做参考。还是 email 互我，就是 lai0@me.com。我搁讲一遍哦 ，lai 数目字0 小老鼠哦 me.me.com。lai0@me.com。啊，我会寄即个资料互恁做参考吼，多谢，平安，愿主祝福恁。我亲爱的妈妈哟，我亲爱妈妈，每当我抬头看天，妈妈就伫昏来，每当落雨的时，伊正做我雨伞，妈妈甲我从来嘛爱正做人雨伞。伊才该帮衬别人，妈妈安尼是甲试我。我会乖囝，我会乖囝，唔通袂记你。妈妈互你的家事，我亲爱的妈妈哟。亲爱妈妈，我抬头看花，妈妈就着回来，花蕊的生命真短，却有纯洁心。妈妈甲我生命水底，叫爱珍惜伊，去关心爱我别人。妈妈安尼是甲我讲。我的乖囝，我的乖囝，唔通袂记你。妈妈互你的家事，我亲爱的妈妈哟，我亲爱妈妈。每当我行通山，妈妈就伫山内；每当落雪的时刻，伊就温暖着我。妈妈甲我从来嘛爱送花带予人，伊全部一世的听。妈妈安尼是甲我讲。我的乖囝，我的乖囝，唔通袂记你。妈妈互你的家事，
头看天，妈妈一日返来，袂长落雨的时，伊请做我雨伞，妈妈甲我从来嘛爱请做人雨伞，彼只该帮衬别人，妈妈安尼是够自我，我会乖囝。我会乖囝，唔通袂记你。妈妈予你的家事，我亲爱的妈妈哟，我亲爱的妈妈，当我阿头看花。妈妈一日回来，泪泪的生命真白，叫有顺的心。妈妈甲我生命水底，叫爱的小伊，去关心爱我别人。妈妈安尼是甲我讲，我的乖囝，我的乖囝，唔通袂记你。妈妈予你的家事，我亲爱的妈妈哟，我亲爱的妈妈，每顿我行通山，妈妈一日山来，每顿落雪的时刻，伊就。着我，妈妈甲我从来嘛爱送花带予人，起初我真是会听，妈妈安尼是甲我讲，我的乖囝，我的乖囝，唔通袂记你，妈妈予你的家事。咱做伙相甲来祈祷，亲阿爸，悲伤的我感谢你。今日我对圣经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约翰福音书第12章24节到26节，我做伙来思想母亲最温暖的这个称呼。对今日的这个4节中间，互咱知影马希罗女士伫台湾奉献。将近半个世纪，伊对迄个阿姨变做迄个妈妈，对迄个妈妈变做迄个阿嬷。到今仔日，依然有真侪人心中最温暖的这个印记。妈，迄个阿嬷做人谦卑，每当乡亲伫学老伊讲的时阵，伊总是讲：我并无恁所讲安尼好啦。这拢总是上帝所做，是恁大家做的嘛。迄个阿嬷一个人带出这么大的祝福，原本是就放散的活命，原本是无尊严的生命，因着迄个阿嬷，迄款无私的这个奉献，这群囡仔才会通够徛起来，成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无需要处处挖过到别人。就是一个老母若去照顾一两个囡仔，无已经真辛苦。就是迄个阿嬷，就来照顾上百以上的这个囡仔。但每一个囡仔是做甚物款？每一个囡仔什款的个性？每一个囡仔这个需要，阿嬷拢总知影。伊是大家的这个母亲，也通讲是母亲中的母亲啦。这群囡仔伫真细汉的时，就来到这个保育院，阿嬷都真欢喜抱着因来为着因祈祷。阿嬷拢是用着微微仔笑来看待伊的细囝。
阿嬷的笑容就亲像一根墙，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肝，安慰着每一个囡仔因迄款的不安的情绪、离家的这个悲哀以及适应新环境的压力。阿嬷通讲，伊是上帝所差派来台湾的这个天使。当上帝看到伊的囝儿伫涂骹顶爬来爬去的时，上帝心是何等的疼，因为按照上帝应要的形象，被创造的世界竟然互病毒害到这款的凄惨，有啥物人肯去帮助你呢？当马希看到拢无人回应的时，伊举手来讲：“主啊，我伫遮，请差遣我。”所以，希罗阿嬷伫1975年的这个批信又写讲，这个世界有时阵看起来是暗淡无光的，总是日光一圆伫乌云的后面伫遐咧闪闪烁。咱的主，迄个永远伟大的光，却要刷走咱的这个犹豫，甲咱的惊讶，也要洗净咱的罪过。甲咱当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那这条，咱三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住在甲入面，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直到记做面迄日，奉父囝圣神的名。阿免。亲爱兄弟姊妹，时代，今日这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到这一过一段落，嘛咱后回同一个时间。伫教会也是伫空中来相见面，愿天父上帝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大家母亲节快乐。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